就係 Stream B，咁啊工作緊喺度咁樣，佢都有 MSP 啦，佢自己都買一份叫 Extended Health， 即係額外醫療保險。我想買咗你個 MSP 啦，佢話唔係㗎，計埋咧係抵㗎。我點解咁講啊？佢而家係百幾蚊一個月啦，實際 case 啊，百幾蚊一個月，150-6蚊咁一個月，哇好貴喎，百幾蚊一個月。佢話唔係啊，你睇一次牙咧，整一整智慧齒啊，或者換套一套牙根啊，倒一套牙根啊，抵翻晒㗎。你整你幾千蚊㗎嘛嗰度，你一個月都係150蚊啫嘛。甚至乎你有咩買藥啊，嗰啲有得 cam 㗎喎，仲有按摩嗰啲又有得 cam 㗎喎，所以 Extend Health 都係抵㗎咁喎。咦，咁幾好喎！因為咧，我哋計算嚟講咧，如果佢咁啱，佢每一年都有個智慧齒要剝，係啊，咁其實佢好抵嘅。唔係就係按摩啦。係啦，嗱，即係其實你加埋埋咧，如果你咁樣計嗱，我當你100幾蚊一個月或者200，我咁樣計咧就大概200蚊一個月。如果一家4口咧有200幾蚊到600幾蚊一個月都會有。咁你話計埋條數咧，其實你未必會 cover 到呢條數嘅。哦，真係都係即係話你要經常按摩。經常去睇，經常針灸，經常洗牙，經常洗牙佢都嗱，不過係啦，仲有咧，佢有上限啊，佢仲即係佢每一次賠償有上限。例如啦，我講針灸，佢咧呢度咧通常嘅做法咧就係我一年包你300蚊，但係我每一次咧你只可以 claim 到30蚊。哦，咁樣嘅，咁即係話你要去10次就得啦。不過佢唔係收你30蚊㗎嘛，個針灸。個針灸可能係收你60-70蚊嘅喎，100蚊嘅起碼而家。100蚊，我當你100蚊，但係佢 cover 新聞 cover 30蚊，咁自己都俾70，自己俾70。好啦，你計埋 premium， 即係個保費加埋你每次去睇70蚊咧，其實條數咧係應該過唔到你賺嗰筆錢。咦，咁即係叫人唔好買？係啊，其實咧保險可以唔買嘅。係啦，咁所以你話抵唔抵咧？其實就要睇下咧邊一個部分咧。係比較可以話，你會 cover 到多過你嘅保費。